转来看国内汉光演习的第3天，因为风台影响，金防部原本安排火炮射击，因为考虑到岸边有真侪美风台渔船，是宣布取消，赶来做实兵操演。也伫平湖第一作战区，透早5点半左右，是照安排开始地面操演加实弹演习。 利用战车炮甲火炮一直对海上目标进行攻击，水火试射，炮弹亲像落雨共款落伫海面。编辑火马同时也是咧掩护战车继续向岸边推进。海面风台来袭，伫个大海前线的平湖第一作战区取消海空兵力支援，啊，毋过透早5点半，地面部队依然正常进行地面甲实弹的射击。第一阶段，7舰防空飞弹精准拍中靶机。 目标是伫个无剧本实战化演练第2阶段，加上伫个敌军军团继续挺进，各型火炮实施火力打甲掩护。会利用多层次的火网来对这个敌军来进行一个攻击。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攻击方式来达成我们的这个反登陆作战。金门汉光40年来第一摆伫金门航空站执行关键基础设施防护演练，目击敌军伫个夜色掩护之下攻击航空站，各军运用夜视装备导致演练展开攻击，最后恢复航空站的运作。交接的内容大概就是突入的机降的敌人，他因为这个跟航警接战之后，航警状况不利，退守到塔台。不过，金防部原本伫后湖地区进行操演，是要到受海面风台影响附近30多只商船，无有警出现伫演习目标区，准备进入辽路湾闪风台。因为安全考虑，国军临时取消实弹射击，今日实施实兵操演。那因为今天早上我们海面的状况有船只。 因为台湾关系疏薄，而影响到我们安全区域。反登陆作战演练、严正部队防空作战、团安火箭加反击等协同作战能力，加各部队之间联动性。今年演练更加接近实战，也要展现国军保家卫国的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